讲到去年呢，这花莲马太湾溪崩山潭做大水，造成19人死亡、5人失踪。也要来理清讲，敢是有人为过失，检调暂去超公所，甲乡长等4人约谈。精神了后呢，这检方认定乡长林清水无依照灾防范积极甲民众疏开，而且这铁力人数家暴，涉嫌犯着伪造文书、过失致死等罪，罪嫌重大，确定羁押禁见。乡长对于检调的指控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有没有跟乡亲说的？经过10点钟的侦讯，公副乡长林清水甲秘书陈元宝，还有乡公所人员，10时暗时被移送花莲地检署复讯。检方侦办马太湾溪崩山湖大水案了后，认定乡长林清水涉嫌在灾害发生进前无积极撤离民众，佮负无撤离人数，向民者无优先撤离，最后造成19人死亡、5人失踪。被告4人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均涉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。其中林姓被告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，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，予以当庭逮捕，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因为乡长林清水不伫0923大水发生进前，对外表示撤离人数为697人，一些增加到8,000人，已经超出公所能力范围，影响各地方是不是要责任？检察官是认为原副甲中央是多多单位，公所量能不够，爱请求协助。不论是中央或地方，的相关主管以及承办人员，我们都会进行调查厘清。会有第2波、第3波的行动吗？没办法排除。那各界在质疑为什么会拖那么久时间？这中间有什么考量吗？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考量，就是因为本案所涉的主管的权责单位太多。检方指出，看标的主管权责单位真多，检方无排除进一步对查约谈。另外，公所秘书甲科长也有承办人员等3人，检方认为无羁押必要，分别15班到20班交保。另外，用电子监控限制自己，也有出海出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